喂，姑姑，你點解不停咁搖頭啊？係咪又去咗法拉盛排隊買嘢食啊？唔係啊，我係諗緊我老豆老母，佢哋今年65歲啦，要搞 Medicare 啊嘛。我聽人講話醫療保險好貴，我諗住叫佢哋申請嗰個 MSP 睇下有冇得免費，點知佢哋話，哎呀，我哋收緊租喎，邊度合資格啊？吓，你老豆老母喺布魯克林嗰間屋仲收緊租？不過唔使驚喎，收租唔代表一定冇得免費，最重要係計淨收入。你知唔知 Medicare 嗰幾部分點分先？ A、B、C、D 啊嘛，我聽過，但聽落好似去緊補習班咁，分唔清邊份打邊份。好易記啫。Part A 就係住院，多數人做夠10年工，報足稅就係免費嘅。Part B 係睇醫生，呢份就要俾月費啦。就係嗰份 Part B 咯，每個月扣100幾200蚊，兩老加埋都幾千蚊一年。所以咪話要睇 MSP 醫療節省計劃咯。如果合資格，州政府會幫你俾埋 Part B 月費，變咗0元啊。仲有 Part D 藥物計劃會有個 extra help， 等保費都變埋0元。但係問題嚟啦，我老豆老母收緊租喎，政府會唔會覺得佢哋太有錢？呢度就係重點啦。紐約州申請 MSP 係唔睇資產嘅，即係你有幾多間屋、幾多儲蓄都唔緊要，只係睇每月收入。你老豆雖然收緊租，但租金收入可以扣除好多開支㗎。扣開支，即係點？譬如地稅、供樓利息、房屋保險、維修費，甚至係管理費同折舊 depreciation。你將租金總數減晒呢啲開支，剩返落嚟嗰個數先至係計入 MSP 嘅收入。如果扣完之後個數夠低，佢哋一樣可以攞到免費 Part B。哇！我哋布魯克林啲屋咁舊，年年都要整呢樣整嗰樣，扣埋埋可能真係所剩無幾喎。係啊，所以一定要揾會計師計清計楚。不過仲有一樣嘢好緊要，就係一定要準時入保啊，唔係就會有罰款 penalty。罰款？遲咗入都要罰錢㗎？係啊， Part B 同 Part D 如果你夠鐘唔入，之後再入就要罰。Part B 嗰個罰款仲係跟足你一世㗎，每遲1年入，保費就加10%。Part D 買藥嗰份都有罰款，計法係跟你遲咗幾多個月，所以就算你而家好健康，都一定要喺65歲嗰陣準時搞手續。聽你咁講，真係唔可以拖。原本想慳錢，點知遲咗仲要俾多啲罰款，仲要係跟一世，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。係啊，所以一定要醒水。如果你老豆老母想再慳啲，可以睇埋 Part C， 即係 Advantage 計劃。好多計劃都係0元保費，有啲甚至仲有 Part B Give Back， 每個月退返啲錢落你戶口添。聽你咁講，我個人鬆晒啦。我原本仲以為收租就一定冇得分，又唔知有罰款咁大鑊。傻啦，最緊要係識得計同埋夠準時。你返去幫佢哋執下啲單據，
計下嗰份淨租金收入，同埋記住截止日期，分分鐘兩老可以慳返大筆醫藥費去飲茶啊！係喎，總之記住 Part A 通常免費， Part B 搵 MSP 幫手，租金記得扣開支，最緊要準時入保避開罰款。Part C 仲可能有錢退， Part D 就靠 extra help。冇錯，大家記得幫屋企老人家計下扣完開支之後嘅租金收入，同埋一定要準時幫佢哋報名啊！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並且幫父母計下扣完開支嘅租金收入，同埋記住一定要準時入保啊！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攞到免費 Medicare 兼且避開一世嘅罰款。